大家好，我哋係嚟自廖步山紀念書院嘅學生，唔知大家有冇湊 BB 嘅經驗呢？而接下落嚟呢個情況，你哋或者見過。哇，出邊好似有好多好好玩嘅嘢，爬出去睇下先。其中一個原因，我哋想整呢一張地氈，係因為見到好多新聞報道，因為疏忽照顧兒童而引致嘅悲劇。而我哋從另一個角度諗，有陣時真係好難100% 幫實 BB。身為家長，先唔包括休息，你哋仲要做家務，去廚房整嘢，即使有請工人，都好難齋專注喺 BB。而呢一樣嘢都係引致 BB 受傷嘅因素。嚟到呢一度，我哋嘅地氈仲有另一個目的，除咗保護 BB 嘅安全，確保佢哋唔會爬出去發生意外，我哋仲希望透過呢一個地氈，去彌補返一啲請咗工人嘅家庭而缺失身為 BB 成長重要角色嘅家長。我相信 BB 冇穿冇爛咁樣成長係各位家長嘅心願。而家我哋會講呢一張地氈嘅重要功能。為咗避免 BB 翻越欄杆離開安全範圍，導致陷入危險，我哋嘅產品設計咗 AI 識別骨架。當檢測到 BB 試圖舉起雙手翻越欄杆時，蜂鳴器就會響，一條即時訊息會發送到家長嘅手提電話中，提示家長 BB 正在做危險動作。呢個功能可以俾監護人作出即時嘅行動，避免 BB 受傷。喺地氈嘅底部設置咗壓力裝置，為咗更加精確咁監測 BB 係單純舉起雙手玩，定係想翻越欄杆。當壓力裝置依然感測到重量嘅時候，會作出提醒，只有指數變為0嘅時候先會警報。同時，我哋嘅裝置都會監測溫度同濕度，為 BB 提供一個安全舒適嘅成長環境。當個 BB 企起身嘅時候，個熒幕就會顯示個 BB 正在企起身。咁同時我哋都會影返一張相放喺個 website 度。除此之外，當個 BB 坐低嘅時候，個熒幕就會顯示個 BB 正在坐低。咁同時都會為 BB 影返一張相，然後 save 喺我哋個 website 度。咁喺個 website 度都可以見到返我哋頭先為 BB 影嗰兩張相啦。咁課家長之後可以回顧返個 BB 嘅成長。當個 BB 出現危險動作，例如係倒立嘅時候，我哋個 mon 就會顯示一個紅色嘅框框，去表示個 BB 依家進行緊一個危險嘅動作啦，要稍加留意翻。咁同時都會錄製一條5秒嘅視頻去 save 落我哋個 website 度。咁喺個 website 度都可以見到翻我哋頭先錄製嗰兩條短片啦，課家長以後回顧翻個 BB 究竟係點樣出現一個意外嘅。嚟到呢一度，大概就係我哋智能地氈嘅功能。大概就係想減輕家長嘅負擔，亦都保護 BB 嘅安全。最後唔知大家點樣睇呢個地氈呢？覺得可行嘅、有用嘅就記得投我哋一票啦，多謝。